大家好，我係姚文松，歡迎收睇我嘅影片。中文就一定等於北京話。喺呢一部短片，我想揭穿大家對於中文定義嘅迷思。我亦要在此講解學校先生冇教過嘅知識。未入正題之前，麻煩大家讚好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首先懇求大家快速做實驗，大家去維基百科。既然我哋依家討論嘅議題係中文，我就搜尋中文。呢個條目係漢語，佢下低寫重新導向至中文。如果你知道中國嘅北京話漢語拼音，中文嘅中漢語拼音標 ZHONG 第一聲，我又尖嘴指住其他語言欄目嘅閩南語，注下低顯示嘅網址係寫 jhis-min-nin， 我再用尖嘴指住粵語，注下低顯示嘅網址係寫 jhis-yue。 點解要咁樣嘅？為咗解答呢個謎，我搜尋 Britannica 嘅 Chinese languages， 我就畫好粗略嘅表俾大家了解中文。中文可粗略分為七大中文，例如官話、吳語、文語、禁語、客家語、雙語同埋粵語。官話分為四類：北方官話、西北官話、西南官話同南部官話或者夏用語。依家嘅 Mandarin 係以北京音作為標準音，所以我會叫佢為北京話抑或北京官話。吳語語系可分為所知幾個、沙嘿語同埋其他吳語、閩北語、閩南語、閩東語同埋其他閩語歸類閩語語系。粵語語系大致分為廣西話、海山話同廣東話。當然呢啲圖淨係好基本嘅啫，我冇可能舉出所有中文嘅例子，真係有太多中文啦。於是我淨係會稱呼喺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香港、台灣同中國南方嘅中文為南方中文，因為佢哋沿轉中國南方。我唔叫中文方言或者官話嘅方言，因為佢哋之間無法互通。簡單同大家回應呢個影片嘅主題，北京官話唔一定代表中文，中文亦可以指吳語、閩語、禁語、客家語、雙語同埋粵語。當然我接落嚟仲要衍生討論中文同漢語嘅定義。雖然呢個參考文獻嘅標題係荷蘭文但係大家應該睇得明 Netherlands Chinese 鄭州 dialect， 呢個係荷蘭人喺巴特維亞研究福建話嘅寫本。到加德同巴克禮呢本詞典講嘅 Chinese 其實係廈門話。所謂標準中文寫作淨係可以用北京官話啫咩？魯迅胡適將愛玲同金庸會運用相當數量嘅吳語詞彙寫中文，例如魯迅嘅一篇雜文題作《從幫忙到邪談》，編入邪界亭雜文二集。邪談一語已見於前人曲詞，原孫叔孫，南壘一枝花休觀，今心愁談繁黃債。扯談就是拉扯談話，無甚之美也。喺香港電台主辦嘅10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，所謂嘅中文歌曲都包括粵語歌曲同北京官話歌曲㗎，而且有唔少台灣歌手到赴港攞獎添。你哋如果死到話北京官話係中文，其他漢族語言都唔係中文嘅話，呢個真係難以說服噃。睇過咗咁多人叫各種非官話漢語為中文嘅例子，不妨睇下詞典點樣定義中文。首先我哋睇呢本台灣新聞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嘅精編活用詞典，佢將中文定義為中國的語言文字或文學。
另外，漢文係中國的文字。漢族係中華民族中人口最多嘅族系，由最早居住在黃河流域的華夏人和歷代受其同化的各民族融合而成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1994年中國出版嘅漢語大詞典點樣定義中文。中文係中國語言文字或中國語言文學的省稱，特指漢語言文字或漢語言文學。王力隆重並雕齋所與西戎人的中國故事，依查理林說，這故事是根據一個中文手抄本，由一個懂得中文的朋友講給他聽的。人民日報1980年10月14日，英國現有7家大學開中文課程。而根據漢語嘅第二個定義，漢語係漢族的語言，國際通用語言之一，是中國的主要語言，也是世界上最發達、最豐富的語言之一，歷史悠久，使用人數最多。在語言分類上屬漢壯語系，同中國境內的藏語、泰語、董語、黎語、彝語、苗語、瑤語等中國境外嘅泰語、緬甸語等都是親屬語言。主要方言分北方話、吳語、雙語、贛語、客家話、閩北話、閩南話和粵語。現代漢民族共同語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，以北京話為基礎方言，而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。德州虞舜鳳和法庭應召、法影胡人記、經文漢語翻、唐元鎮、博容人詩。中有一人能漢語，自然家本長安發。清姚行韓秀草堂筆記卷3。余於道光丙申6月，在廣州余英吉利國人余漢瑪麗遜年22能漢語。另一邊廂，我哋研究下以下網上漢語詞典點樣定義中文同漢語。中文係中國的語言文字，特指漢族的語言文字，近義詞係漢文、華文。漢語係呢個詞典基本上與以前版本之漢語大詞典之定義大同小異。漢典定義嘅漢語係主要方言分為北方話、吳語、雙語、贛語、客家話、閩北話、閩南話和粵語等。麻煩大家收藏此漢語詞典嘅大發現，萬一中國篡改中文與漢語嘅定義，我哋就無法再睇到事實咗。睇到呢度，我哋要釐清中文唔一定代表北京官話，北京官話亦唔係中文嘅唯一專利。此外，有部分人會叫命專為華語，咁華語又啱唔啱呢？根據台灣精編活用詞典裏華字第9條定義，華係華族華夏字省稱，如華語。再睇下1994年漢語大詞典點樣定義華啦。華以標示遞升嘅華，其中第9條定義係我國中國出版的，當然是講中國，古稱華夏，今稱中華，省稱華。左傳定公10年，呂不邈夏，而不聯華。洪刑達疏，中國有禮儀之大，故稱夏；有服裝之美，謂之華。華夏一也。其中第10條定義係漢語，如英華詞典。其中華語字第2個定義係漢語。由此可見，華又係好廣泛嘅概念，亦包括所有嘅華人，唔淨係指以北京官話為母語嘅華人。如果大家淨係將北京官話叫做華語，咁其他嘅中文
就唔屬於華夏文化？大家用華語嚟稱呼北京官話，將佢拱上皇位，搞到好多人錯亂，所以佢哋就會以為北京官話同每個華人有關係。總之大家唔好混淆中文同埋漢語嘅意思。北京官話北京 Mandarin 唔一定係中文同埋漢語。以後有邊位再強詞奪理咁話北京官話係中文同埋漢語，而粵語、閩南語、客家話、潮州話等等其他中文都唔係中文同埋漢語，唔該大家一定要義正辭嚴糾正佢哋嘅觀念，唔好再允許佢哋以訛傳訛。多謝大家收睇我嘅影片。